日出的日头，照伫阮的生命，互阮家己活好。我们愿意天父上帝你，像今仔日所有阮同齐敬拜的兄弟姊妹，互阮的心灵有充满你一光的欢喜、盼望甲快乐。也求天父上帝祝福伫阮今仔日所唱的诗歌，会当互阮的兄弟姊妹伫心灵、伫生命内底得到安慰甲鼓励。主愿你的荣耀伫你的圣殿内，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带着主你的阳光倒去到伫因的生活甲因的工作。互阮带出你的光，互人知影，阮就是你光明的子。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教会靠着你的手，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祈祷告诉圣名，阿门。敬拜。耶稣，圣洁公义。
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主，让我的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心，向世界我出爱。如音展翅上腾，在我们职堂当中，可能或许有些抢夺，但是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依靠着主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福杯满溢。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能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生长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安利，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每当环境的冲击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
展翅上腾，你是自由的，飞翔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是自由的。阿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净咱拢总的不义。这是来吟圣诗55首，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起立吟全首。
这请咱议员徛着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食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接着全能的父上的大天。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下的肉体过活，永远的王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13篇，4篇51章。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就是得罪你那定。伫你的目睭前行真路歹。你教你讲话的时，显明做义。看断的是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的中间，我的老母怀孕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互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好。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棍通欢喜。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擦消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换心正经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的子要大声扬声，学了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我的嘴就要保佑你。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姐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见伊。阿门。这是来吟圣诗49首，490首。圣诗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坐着吟全首。我
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听愿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听甲恩典，互阮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学了你。主，阮感谢你。主，你是真葡萄树，阮是枝，阮要甲你相结连。愿知连结伫主是大有福气的。你是万福的源头，是阮生命的本源，阁是供应阮需要的一切，是享受平安、喜乐的主。愿一生要对主调调，也得修正，结出好的果子，互天父得到荣耀。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学乐请献歌队。我
强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囡仔连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散起来；囡仔结果子的，伊就收互伊清去，互伊结果子搁较侪。那恁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去啦，恁着踮伫我也踮伫恁。设使枝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为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的，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再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9节。43章19节，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等得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讲到天父是做园的，栽种真葡萄树，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这段圣经来做咱的祈祷，求咱的天父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为着咱做一项新的事。新春的时阵，咱有做礼拜的时，咱用耶稣讲：“恁若踮伫我的内面，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耶稣讲：“恁要得到6种的祝福。”我毋知兄弟姊妹，迄日所讲的迄个金句，敢有真做恁的祈祷？耶稣讲：“你若踮伫我的内面，第一，你就要有我的活命。”耶稣讲：“你若踮伫我的内面，你就要有欢喜的心、喜乐，佮有平安，佮有我的圣信，佮有我的话。”主耶稣踮伫咱的内面，咱的生命要有丰盛的活命。咱要继续今仔日来读过年迄日咱所读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5节，咱要用以赛亚书第43章19节来回应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伫旷旱的沙漠，伫看无路的旷野的内底，主你为阮开道路，你为阮来开江河。主将一丛新的活命树，耶稣讲我就是真的葡萄树。到底耶稣所讲这个譬喻是什么意思？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意思就是讲上帝将一个真的活命的树葡萄树种伫咱的内底，咱就要亲像葡萄树结果子。愿这个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伊将伊的生命放伫咱的中间。咱同心用较无的心，咱同心来祈祷。至诚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伫今仔日的礼拜，阮追求主你的活命。主耶稣，阮会记得你讲真侪真宝贝的话，你要甲阮讲，你就是真理活命的道路。主你今仔日的礼拜，愿阮甲你同亲近的时，主你将一丛活命的树种伫我的心内。主求你将这丛活命的葡萄树种伫我的家庭，就亲像阮伫阮的大亭，阮就种一片的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就要结出侪侪会甜的葡萄果子，互阮通享受。主愿你将这个葡萄树种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头内底，用真的种子，用上等的葡萄树来种伫阮的生命中。互阮会当结出侪侪真水，佮互人欣赏的葡萄。主，阮要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对阮讲话，不但对阮讲话，佮将你的恩惠赏赐放伫阮的中间。这是阮的脚步，同心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是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有3种的特别的图像。第一个图像，耶稣讲：“我就是真的葡萄树。”
兄弟姊妹，真的葡萄树伫基督徒的信仰内底，伊象征是什么？象征是上帝将一个活命，会通结果子有成就的活命，放伫咱的生命中。耶稣若将这丛树种伫咱的心，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就要成做一个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咱需要亲像耶稣基督。第二，伫今仔日的圣经第1节，耶稣讲：“我的天父上帝就是做饭的人。”就是一个园丁，这是一个农场的主人。我的天父上帝就是这个农场葡萄园的主人，伊就修整这所有的葡萄树。一个基督徒伫圣实的帮赞，伫上帝的教示内底，圣经讲修整。人的心若无修整，就亲像头毛若无整理，披头散发，人就亲像一只动物共款，有无？披头散发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到底这个人伊的面貌有啥物种的缘投好看。咱的生命嘛是要安尼，咱需要洗身躯，咱需要抠喙手，咱需要加头毛，整理好整整齐齐。所以天父上帝甲咱修整，这个圣经讲恁就清气。所以伫这个过程顶悬，做一个基督徒，咱需要常常伫主的面前反省咱的外表、咱的品格、咱的心思意念。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又甲我讲你是葡萄树，求你伫我的家庭内底，甲我种一丛会结果子的葡萄树，互我的人生会当成做一个有成果、有成就、会结果子的人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咱来亲像天父上帝，爱对天父上帝来学习。上帝若互你有一丛葡萄树，你若无要甲灌压，你若无要甲压水，你若无要甲整基，你的人生就可亲像乱糟糟。所以，亲像天父上帝修整你的葡萄树基，就是一个会晓管理家己的心思意念、管理家己的情绪、管理家己的欲望、管理家己的生命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天父上帝讲：主啊，求你赏赐我生命的智慧，就亲像代表基督讲：求主赏赐我有算小我的年日的智慧，互我有智慧，会通算小我的年日，会通管理我的人生。兄弟姊妹，一个袂晓管理家己的人，将来无可能成做一个管理者。有真侪咧教人做公司的主管，教人做公司的管理的人。伊讲要管理人，就要先受管理；要管理人，要先学习管理，先受到人的造就，对侪优秀的管理者的智慧的中间来学习到，要怎样将来会当管理上帝所交代你的葡萄园。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无法度管理咱的情绪，咱就无法度教咱的囡仔，成做一个有健康情绪、成熟情绪的囡仔。恁有同意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食较老，学较老。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咱甲主讲：主，我感谢你，求你的圣神解说互我听，这段圣经对我的重要到底是什么？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修正我的心思意念，就亲像你修正葡萄园内底迄个葡萄树基。真的葡萄树代表什么意思？真的葡萄树代表是纯正的、正品种。其实耶利米书第2章有一句话，伊讲上帝拣迄个上精选的、上选的葡萄树，上帝用真正的葡萄树的种子来种出以色列这个百姓。所以上帝甲以色列伊的百姓看作是伊上顶的葡萄树，上帝用伊家己的活命。就是上好的葡萄树的种子，该放伫以色列人这个信仰的团体中间。但是耶利米书上帝艰苦心，通过耶利米先知，甲以色列人讲：我用上好的种子栽培恁，啊是安那？恁香香袂大丛，佮结袂出好的果子，就亲像野葡萄，唔这样。上帝讲：原本恁是一个上选的。是专心特别选出来，但是为什么你活不出来？迄个真水的活命。咱要用这种的对照，但一个我会带咱读迄个耶利米书第2章迄句话，咱甲上帝讲：主啊，
我看我家己毋正样，我感觉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今仔日牧师有读到一段圣经讲，你是用上好精选的种子来栽种我的活命。主求你帮助我，我真正能活出来有特色，是上帝你看做好的活命甲人生。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为着你的囡仔，为着咱的人生，真的葡萄树，搁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若是葡萄树，就真正结葡萄的果子。今仔日的人真够自作聪明，常常用无共款的果子树，伊的树枝甲树丛交接，有无？所以种出真侪无共款的新的品种，无毋对。但是这种新的品种，毋是古长的品种。这种的品种可能几年了，伊就变种。这丛树丛若死，这个品种就无去。所以，爱的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做伙来学习，就亲像伫今年的新正年头第一日新春的礼拜，无使用点伫我内面，我就点伫恁内面。你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伫迄个礼拜中间，牧师有甲咱讲起，你若踮伫我内面，你就要甲耶稣有一个健康的生命的关系。愿咱对年头到年底，咱会记得教会为着咱读这段圣经，最主要毋是干那一种的知识，甲咱讲的话呢，更较要紧就是祝福咱对年头到年底，咱会当享受伫耶稣基督内底迄种丰盛的活命。愿主耶稣的平安喜乐。耶稣讲：你若踮伫我的内面，我就将我的平安互你；你若踮伫我的内面，恁就有我的喜乐，是一个满足的喜乐；你若踮伫我的内面，我就找天父上帝将圣神赏赐互恁。咱的内面就有一个健康的圣神，迄个活跳跳的灵踮伫咱的内底。更较要紧，耶稣讲：你若踮伫我的内面，我的疼，我的慈爱，我的怜悯，就甲恁撒甲伫底。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想今仔日这个真的葡萄树，咱敢是一个真正真实的基督徒。今仔日咱面对这丛葡萄树的时，耶稣嘛要甲咱讲：我是一个真的葡萄树，但是恁称恁家己做基督徒，为什么恁拢无亲像我？或者我毋是责备咱无亲像耶稣，但是我要唤起兄弟姊妹，咱家己自我检讨咱家己。我信耶稣了后，我的生命敢有真正耶稣基督的香味？我的生命敢有真正耶稣基督真的优秀？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对耶稣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成做真的葡萄树，也愿我的教会成做一个会晓照顾上帝葡萄园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不但照顾咱内心这丛生命的树，咱嘛要照顾咱的囡仔。亲像主所赏赐咱的葡萄树丛，咱嘛要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我要伫你的教会来管理你家己的教会。这段经文伫这礼拜我咧准备的时阵，互我有真侪欢喜，但是嘛，互我有真侪困扰。因为这段圣经的话伫中文是安尼翻译，伊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老爸是做园的人。做园的人，这个园丁原文叫做 geogos 这个字。但是伊翻做英语会互人有一点点困扰，因为英语伊家翻做 husbandman。husband 一般咱就听到，咱就是想到一个意思，什么意思？丈夫啦，但是英文这个 husbandman 这个字，伫这个古老的真旧的英文的文字中间，即摆无安尼用啊，伊家翻做农夫啦。所以换一句话，这个字的翻译会造成真侪无共款的意义，但是后来通过侪人的帮助，就真侪牧师印写这种圣经的解说。伫迄个中间，我才知影讲原来伫英语内底上界重要、上界权威有一本圣经叫做钦定本 （King James Bible）。这本的翻译就是用一个真水的原本的英国的文学内底上水的文字翻译出来的圣经。伊就是用这个。有当时我读到时，我会发现讲：哦，主啊，较差遮济，农夫是安那变做丈夫？原来丈夫有一个责任，就是管理家庭，敢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都要到上帝的话，伫这个真特别的意义的中间，咱学习，咱怎样成做咱生命的农夫？咱要怎样成做咱的生命的园丁？咱要将上帝所赏赐咱的智慧
包括咱的心思意念，包括咱的情绪，咱来享受真侪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若袂晓管理家己的情绪的人，伊的情绪会带互伊痛苦。比如讲，伊有受气，伊就会有感觉受伤，伊就会感觉不安，伊就会感觉混乱。因为情绪若无清理，就亲像一个园有真侪野草，你看来看去，你就看袂习惯。一区园囥伫遐，厝边头尾拢咧讲，你即区园该放互伊安尼乱清清。这是人上惊人厝边甲你嫌讲你一区田顾甲安尼。兄弟姊妹，上帝互咱的生命嘛是一区田，上帝所种造的葡萄树，咱也无甲伊修正。咱的厝边的人甲你讲，你基督徒，但是我开拢无感觉，亲像圣经所讲的基督徒的形。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主要所种咱一丛树，就是要互人一看到一目了然。人若看到咱的生命，就看到迄丛真的葡萄树。人若看到咱，就好亲像看到耶稣。伊讲，我这个朋友真正，亲像基督教因咧讲的耶稣迄种形。伊对人亲切，伊对人真心，伊对人良善，伊对人有关心、有怜悯，伊对人有慷慨，伊对人温柔，伊阁有智慧。所以，兄弟姊妹，愿主耶稣所结出圣神的葡萄树，会通伫咱的人生中间，咱甲主讲，主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管理我家己，你所种伫我心内即丛葡萄树。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第一个鼓励咱的，就是管理好自己。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这段话放伫咱的心内。主耶稣，你已经活伫我的内底，所以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读这段圣经的中间，伊有鼓励我也要管理我家己。一个若袂晓管理家己的人，真困难将来管理别人。一个囡仔的成长过程中，第一个功课。就是学会晓管理家己，管理家己的时间，管理家己的情绪，管理家己的金钱，管理家己的责任感，管理家己对伊活命将来，对每一个阶段伊的计划。兄弟姊妹，这就是管理。愿咱亲像有智慧的神圣的园丁。今仔这段圣经的话咧，讲起天父上帝的时，有人安尼讲道解说讲。这个天父就是一个神圣的农夫，伊管理伊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兄弟姊妹，咱嘛是一个神圣的基督徒，小小的农夫。咱无管真侪产业，但是上帝，伊差遣咱管理好咱家己，伊所栽种这丛活命树，伫你的生命中间。垃圾的话无出嘴，歹的代志无去做，无好的想法无用稳伊继续停留。在咱的生命中，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关键。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天父上帝讲，主我要学习你，亲像一个圣洁的农夫管理你以色列的囝子甲查某囝。伫旧约中间，上帝最痛心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无忠实的信仰去拜偶像。所以圣经中间常常，譬如讲，上帝就是一个丈夫。伊的百姓亲像安那无忠实的负责人，伫伊的生命中间无圣洁、无尽心。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咱的生命中间管理咱的心，咱亲像今仔这段圣经，这叫做这个就是异曲同工，另外无共款的意思。农夫是一个管理者，但是丈夫嘛是一个管理者。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帮助我，伫我的家庭中间，我有能力，嘛有智慧，嘛有上帝你的圣神的帮助，互我会当成做一个好的家长，我会当成做一个好的家长，来管理好我家己的家庭。主啊，求你帮助我，管理好的家庭最重要有一个，就是看到迄个果子树，伊若是一个会结果子，你个甲伊遐无好的树枝，毋是无好，结出来遐树枝甲树叶甲加掉。互迄个营养分会当集中，互迄个营养分会当水分甲营养分会当集中伫已经开花要结出来迄个果子。所以一个好园丁，就是伊若看到布芽开花，伊就知影即个树枝将来要有果子。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管理者。
愿咱伫天父上帝的圣神的帮助中间，咱来听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伊伫即个所在讲：既若结连伫我的树枝，无结果子的树枝，我就甲伊删起来；既若有结果子的树枝，我就收互伊清去。咱若是上帝看做会结果子的葡萄枝，圣经讲伊就甲咱修整，互伊清去。清去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叫做 clean， 佮另外一个意思叫 pure， 都是一个真正圣洁、佮纯全的意思。特别伫品格、伫行为、伫心思意念的内底。所以的姊妹，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伫我的心内若有无适当的行为，伫我的心内若有无适当的习惯，伫我的心内若有无共款的无好的动机。主，求你将我的生命中间给剪除。古早人有一句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咱若有迄个无好的性情，咱若有迄个无好的习惯，你若感觉这个习惯，你知影对你无造就，认真面对，将伊交给上帝。虽望咱甲上帝讲，上帝真困难，但是上帝的圣心要甲你讲。在你不能，在我凡事都能。伫人有真多习惯无好改，但是伫圣神，圣神就要帮助人享受得到自由，享受一种得到圣洁，享受一种得到良善。愿这个圣神对你讲话，因为真多时阵别人若甲咱检讨，咱心内拢充满真多诶。要安怎讲？辩解有真多的情绪，但是若是圣神甲咱讲，咱的生命中间就充满受祝福迄种的温柔甲欢喜。愿天父上帝对咱讲，对咱有好的，主甲咱修正。所以咱听上帝的话，咱读上帝的话，最重要的动机，是毋是要受改变？有偌尼侪人读圣经的时阵是带着愿意互上帝改变的态度来读圣经。一个若无感觉上帝的话是要改变我的生命、心思、意念，伊读圣经对伊无真实的利益，因为读久反倒转会造成困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你所讲的话是，就是是；你所讲的话毋是，就是毋是。主求你帮助我，互我伫你的面前，我的生命这树枝会当受你的剪除来清去。咱的天父是一个好的农夫，今日圣经耶稣学了伊的天父，伊讲：我是天父所种的葡萄树，我的老爸是一个真够栽种的人。我读到这段话，我就想到上帝的神学院。上帝的神学院就亲像上帝将耶稣基督放伫伊的教室，放伫迄神学院的葡萄园的内底。耶稣就结出了果子，但是神学院的老师需要用真多的心力，伫遐解说圣经，伫遐照顾所有每一个囡仔，因为无共款的品格，无共款的情绪。所以伫神学院的一段时间，这个囡仔脱胎换骨，伊伫个所在，伊的意念改变。就亲像保罗讲，细汉的时阵，性情亲像囡仔，讲话亲像囡仔，意念亲像囡仔，但是囡仔长大，就去杀囡仔的事。葡萄园的管家、农夫，这个主人，咱的天父上帝，伊收在咱的生命，是为着要互咱带有伊的荣耀，结出伊所想属咱的果子。像这你愿意做你生命的管家？做你的囡仔管家，在座亲爱的长辈，你甲我，咱拢是受上帝拣选，伫主的葡萄园内底，做伙做事，咱拢是主的葡萄园内底，做伙做事的人会同工。咱甲主讨讲，主我将这堂教会你所种的葡萄树，我要好好来整理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同心合意，咱伫主的面前，主伫这个所在讲，我用我的话，我所讲过的道理，点就清气。
伫咧讲修真葡萄园的时阵，耶稣佮讲一句话真奇怪，伊讲我用我的话，互恁清气。所以代表伊伫伊的圣经诗篇内底讲，我的话就是你骹前的顶，路上的光，有无？人要怎样洗去伊的罪？用牛吃草吗？还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甲耶稣的话就洗清咱，互咱白亲像雪。主耶稣要互咱重新得到清气。主耶稣讲：我所讲的话，毋是疾病。我所讲的话，就亲像日出的光，要照伫恁的内心。光若来，黑暗就离开；光若来，人就得到清气。教会需要用话，就是上帝的话，原汁原味、实实在在来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保罗伊一生的努力的工作。保罗讲：我尽心尽力。要将人完完全全带到上帝的面前。教会的存在最重要，毋是咧讲起一寡人情世事，互人欢喜迄种的俏谈那点。教会最重要咧讲的就是一个真理、真实的话，会当将人带到上帝真正的面前。愿主亲自对咱讲话。愿咱的教会，无论是查经班，无论是礼拜日。咱拢是来到上帝的话的面前，来建立新的生命的观念。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侪真实的基督徒。用这段圣经有一个英国足出名的小说学家，伊叫做路易斯 C.S. 路易，伊写真侪小说，也拍做真侪的电影，纳尼亚传奇等等这种的电影。这个 C.S. 路易斯，伊有一日。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受英国的这个电台甲伊邀请讲大师，敢会当请你来电台来讲基督教的信仰？伊头毋敢接受，伊讲我毋是牧师，我嘛毋是神学院的老师，我要安怎去电台讲这的圣经？后来伊无提示，因为伫战争的中间，人心内有真侪的困扰。惊吓、焦躁，所以就无提示伫迄个电台中间用迄种小品文章共款，伫迄个电台中间用基督教的信仰带人望望，带互人鼓励。伊这个演讲的这个题目、这个内容，后来写做一本册，叫做《Mere Christianity》。Mere 就是真真实实、原汁原味 ，Christianity 就是基督教信仰。我安尼想的基督教，伫伊的生命内底真实的活跳跳的基督教，伊伫迄个所在讲出来。所以听爱弟姊妹，迄本册中文翻做《返璞归真》，恁嘛毋捌，可能毋捌看过。牧师知影有这本册，但是我嘛毋捌对头到尾甲读甲了。但兄弟姊妹无妨，为什么？你甲伊的册名放伫你的心内就好。你会当写一本你家己的返璞归真的基督教信仰。你敢听迄个意思？别人会当写这个返璞归真、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是啥物？我嘛会使。咱每一个人拢伫圣实的帮助中间，咱会当写出咱的另外一本叫做返璞归真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甲恁的人生祝福。用这段话来结连伫耶稣所讲，我的话就互恁清气。我要做一项新的事。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的活命，伊就是新的人，旧的代志拢成过去。这段话佫讲，上帝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是一个趴远的残忍，上帝种了一丛活命的树，一丛新的真葡萄树。愿天父上帝伫你的心思意念的内底，用一粒真实的，是特别选出来上好的种子。上帝将迄个荣耀的种子放伫你的心思意念，互你活出荣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弟姊妹，你若爱到你愈老愈老，你的人生愈互人欣赏。为这个祈祷，你甲主祷讲，主伫我混乱无整理的心内面，这个农地，主伫这个旷野的内底，求你甲我做一项新的事。
互我真实真捌你伫你的内底。主伫我孤单的葡萄园，主求你赏赐我活泼的一丛树。真的葡萄树就是一种新的活命树。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咱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照顾家己。天父是一个神圣的农场的农夫，园丁管理伊的葡萄树，伊有目的，伊选择树丛，伊栽种伊所要爱的果子。今仔故事大概就是咧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一个好的这个园主做事的，伊好好种植伊所要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真少有不劳而获。圣经虽然无写讲不劳而获，但是嘛有讲到这种的观念。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帮助我，好好照顾你，互我100的人生。伫我100的人生，这个我的人生的中间，我要种做什么？通来养饲我家己，嘛养饲我的家己，嘛通归荣光天父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立志伫主的面前，咱学习天父上帝所做的工作，就是修正伊所交代咱的葡萄树，咱的心思意念，咱的情绪。兄弟姊妹，唔通放纵你的想法，对也想，唔对也想。你若有感觉怪怪的思想，中间就要安静落来。当咱若听到无好的情绪的声音，唔免急的讨论。人若着急伫无好的情绪中间所讲出来，拢无好话，恁敢有同意？古早人讲受气的是所讲的话啊，无一句话是造就人的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正做一个好的园丁，咱将迄个无好的情绪给剪掉，不要留下垃圾。这个园丁伊真够修正伊的葡萄树，就是我无爱互迄个树枝是敢若食营养分袂结果子，我不爱互迄个垃圾留在这一棵树上，敢若咧消化我的肥料尔，下较侪肥都袂结果子，草就甲伊抠掉。古代树枝就该剪掉，所以兄弟姊妹，愿主帮助咱做一个好的管家，修正你的言语，修正你的情绪。后来人会感觉讲，这个人变咩？大家人咧讲话时，这个人讲话，迄个言语中间真无共款，我讲袂出来。但是伊的话中间带有智慧，伊的话中间带有尊重，伊的话中间带有互人深思的价值，平一句话。所以圣经箴言讲，一句话讲得得体，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的盘子上，恁会记迄句话无？所以兄弟姊妹，真做一个上帝所赏赐，会晓管理你的情绪，管理你的言语，管理你的心思意念，管理你的时间，管理你的金钱。会晓用钱的人，无一定是上有钱的人。上有钱的人无一定是上会晓用钱的人，你敢听有这句话？有钱的人伊无一定会晓用钱，但是无钱的人伊的钱乃会当用得对，做对的投资，用伫对的时间，用伫对的方式，伊不但会当造就人，佮较伊嘛会当互伊家己欢喜。有的人一生真有钱，但是过了亲就去食，真歹势。真正有的人一生真有钱。但是过了亲就去食，所以兄弟姊妹，会晓用钱的人是有智慧的人。除了只有智慧的人，伊只要会晓用伊的钱，钱用了适当，钱是造就人；钱用了无适当，钱会互人犯罪。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情绪嘛是安尼，脚步嘛是安尼，遐这有重要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你对到你的厝的时阵，你可以拥抱你的生命。你甲上帝讲，自今仔日礼拜中间，我有一个感动，因为牧师鼓励我做好的生命的管家。牧师鼓励我做好的生命的管家。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你的圣神进入我的内心，保守我的心思意念，甲我讲话。互我知影我要安怎管理
你所交代我的葡萄园。凡主甲咱三脚地底，伫即段话中间，即个清气伫圣经的原文叫做卡沙隆，即个字，伊的意思就是真顶真的照顾，修正真顶真的照顾了后，就产生出来，伫伊的品格思想，伫伊的念头中间，清气佮旋转，清气佮旋转。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将即句话讲互你听。若是基督徒，都爱做真的，因为咱的上帝是真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为着你家己的生命的清气，为着你家己的生命的圣洁，祈祷。无论这个世间讲偌尔多道理，若毋是上帝的道理，就毋是我一生所听的道理，好无？无论这个世间有偌尔多道理，但是若毋是我的上帝所讲的道理，就毋是我所相信的道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家庭不但管理家己，那么管理咱的囡仔，因为囡仔是上帝所交代咱的，这是上帝的产业。愿天父上帝通过咱伫囡仔顶悬所下的功夫，所以我才会鼓励主日学的家长爱甲教会做伙，甲囡仔办主日学的灵修会。为什么？因为教会若是正手，父母是倒手，这两个手若无做伙合作，别安怎会当教出来？一个真正是耶稣基督伊的活命所养育出来的囡仔。所以亲爱的姊妹，愿咱好好，你若听你的囡仔，爱你的囡仔好，你要将你的囡仔带来到上帝葡萄园的内底，该放伫遐，互伊伫遐成长。上帝的葡萄园就是指神圣的教会，伫教会中间成长大汉。兄弟姊妹，伊若说书有困难，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伊说书若来教会有困难，比如讲伫人际关系顶悬有摩擦，你要帮助伊消弭那种冲突跟创伤，毋是放纵，互伊选择，伊就无爱再去教会。兄弟姊妹，咱的囡仔成长过程，有当时会跌倒，但是有当时会欢喜走伫跳。咱来定做一个会晓扶持、帮助、照顾的父母。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教会无一定拢是完全成熟的人。自古以来，耶稣身边到今仔日拢共款。伫教会内底有初信的慕道友，伫教会内底有几啊十年的信仰的，几啊代的信仰的忠贞的家庭。伫咱中间无拄大家人信仰的程度拢共款，但是咱的心意共款，咱听主的心共款，咱靠无主的心嘛共款。耶稣讲，伫恁中间无拄大家拢是清气。所以，亲爱的姊妹，耶稣的教示最主要是要为着互咱过圣洁的生活。迄当时，咱可能心内有抗拒，咱会感觉怪怪。但是圣神的教示是为着要互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主讲，你已经洗身躯啊，所以毋免规身躯再洗，只要把恁的骹洗洗就好。这礼拜伫培灵中间，我甲一阵做伙灵修的基督徒组织伫乌山头，我甲因讲耶稣所讲的这个洗骹的譬如，我甲伊讲，为什么耶稣要洗骹？上面是教咱做奴仆的样式，但是更较重要，这个洗骹意思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伫这个世间安尼无营一份，对世俗的生活倒来到伫家庭中间，咱难免，咱的心思意念甲咱的骹会去安那绑着垃圾。耶稣甲咱洗骹的意思就是讲，咱伫这个世间世俗化的社会内底生活，难免咱会带着遐世俗化的灰尘，倒来伫你的生活内底。倒来到伫厝的时阵，耶稣讲，骹洗就好啊，因为其实恁拢清气，但是毋通将这个世俗化的小小的灰尘继续留伫咱的心内。兄弟姊妹，这就是洗骹伊真要紧的意思。所以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责任，就是帮人洗骹。帮人洗骹的意思就是帮人洗去迄个世俗化的主张，
帮人洗去迄个世俗化、迄个骄傲。愿意的人脚伸出来，教会就该服侍；愿意的人脚伸出来，教会就用真温柔，用清气的水，用大的筋该切落打。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是一个帮助人过圣洁清气生活的人。耶稣讲，恁无拢清气，但是耶稣永远犹待伫伊的身边。耶稣敢唔知影伊将来会出卖伊嘛？自从犹太来军队耶稣，耶稣就知影，因为耶稣是神，伊是看人内心的人。但是为什么耶稣留犹太直到伊最后的时刻，还阁伫伊的身边？耶稣要互伊机会，亲爱的姊妹，无论咱是清气无清气，求圣神帮助咱，主留咱伫伊的身边。最主要就是要互咱机会，亲爱的姊妹，把握机会，甲主讲，主求你清起我的内心，互我会当成做一个好的管家，伫主你的帮助中间，管理你所想事我的心思意念，管理我的家庭，管理我的婚姻。做丈夫的人不要婚外情，夫妇中间不要同床异梦，爱管理咱的婚姻。管理咱上帝所交代咱的家庭，当然婚姻中间不是单方面一方面，常常有双方面。不得已的中间，上帝怜悯帮助咱。人永远是人，但是求主怜悯帮助，互咱伫任何的时刻、任何的环境，主甲咱三角地带做伊好的管家。第二，伫今仔日上帝互咱的功课就是返璞归真、货真价实。咱若要信耶稣，咱就要信真正耶稣所讲的话。咱若要信耶稣，咱就要做真正亲像耶稣的基督徒。这叫做返璞归真，这叫做货真价实。Christianity， 这个 Christian 咧后边还佫加 ITY， 对真实的基督教迄本册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我要安怎成做一个返璞归真的基督徒？你若问牧师。牧师甲你讲，咱做伙来学，因为牧师最重要就是带咱读圣经、解说圣经、陪咱祈祷、替咱祈祷。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愿意成做货真价实的基督徒，找上帝，找牧师。牧师的时间虽然只有24点钟，但是你若愿意，牧师就是恁的兄弟，牧师就是恁的陪伴者。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咱甲管理咱家己的葡萄树，咱甲主讲：主啊，伫今仔日，你重新将一粒真正的葡萄树的种子放伫我的生命中。主帮助我，是好的种子，是真的种子。耶利米书第2章21节，我足爱这段圣经。上帝讲我栽种你，我所种的品种。不是台梗19号啦，咱真侪农业迄个农改场，伊拢有发现新的品种。今仔圣经记载是3000年前左右，2700年，耶利米书大概就是耶稣还未出世之前，大概700年迄个时间。上帝甲耶利米启示2句话。第2章1节伊讲，我所种的是上等的葡萄树，是全然是真的种子。无可奈何，伫我的面前，恁竟然变做安那变种的葡萄树桩。这句话其实咧讲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的话。兄弟姊妹，咱虽然有信，但是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中间，有时咱会受搅扰。外面的话较好听，圣经的话有当时不容易。但是心内若有敬畏上帝的人，都变过来；心内若有敬畏上帝的心的人，都变过来。原本上困难听的圣经的话，变做听了上快乐、上欢喜、上满足的话。主帮助咱，伊将上好的真的种子放伫你的生命中。
耶利米书12章第10节，伊讲有最外面的世间的领导者，伊讲许多的牧羊人，其实就是在代表讲，伫这个世间有影响咱的领导者，伊毁坏我的葡萄园，伊毁坏我的葡萄园，伊吞踏我的产业。所以你姊妹爱固守教会，爱固守你的家庭，无伫永远外面迄个似是而非、唔对的话。进入咱的内底，是非而是的话，不容易了解；似是而非的话，一听一拍即合。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是听是非而是，不是听似是而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互我一生无变质。主求你，互我一生无变质。你所想事我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所想事我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悬极大的代价。主，我要为着你所想事，尽心尽力保守你所予我真实的这个生命的宗旨。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看你的手伫你的心，因为这句话是耶稣甲你讲，因为我的话恁就得到chứng據。换手伫恁的心内，换手伫恁的头。主讲，我用我的话，恁就得到chứng據。咱甲主耶稣讲，阿門。咱甲主耶稣讲，主求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话来教示我，互我做真实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互阮做你。伫你一生侍奉所做的工，因为你做天父上帝所欢喜的事。主愿阮的教会也亲像你，做你所做的事。主，互阮伫家庭中间做好的园丁，来管理我的囡仔的生命、心思、意念甲品格。主，求你帮助我，也成做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会晓管理家己的情绪、念头。言语会当约束家己的欲望，会当伫主你的面前管理你所想事的时间甲金钱。主帮助阮，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建立每一个阮所听兄弟姊妹的家庭。你将上好的品种，将上好的种子放伫因的囡仔的生命中。祝福阮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各种的荣耀。我那里恳求基督，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
兄弟，这是来吟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准备奉献。
请坐。咱欢迎庄妈妈，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志愿载妈妈来吼。上帝祝福你，庄妈妈身躯健康吼，上帝祝福你吼。咱嘛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个杨丽珠姐妹伊甲咱做伙做礼拜，是咱厝边伊伫前年的年底因的家庭有拄午上全家信主吼，做圣别礼拜住伫咱德堂。伊常常会来伫咱中间做礼拜。咱甲咱身边的兄弟甲伊讲，耶稣听你好无？咱甲咱身边，咱应该爱起来改变，起来走动、拥抱、握手啊！咱已经5年不开放啊，拢只有用眼睛，只有用眼睛能够安尼。咱来用这个时光互相请安。咱这诗歌互相祝福，愿主耶稣的疼充满伫咱的人生中间。耶稣听你，耶稣听，伫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耶稣听你，为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专为着身躯欠安，袂通来到礼拜堂敬拜你，每一个阮所少念的士大人、长辈、兄弟姊妹。只求你伫因倒床的时间，你的圣神往因分外开，互因早一日会当得到勇健的身躯，会当到你圣殿来敬拜你。专为着心内有动荡、有惊吓、有不安、有苦楚的人，我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所有这搅扰离开因的心灵。主耶稣，你对因讲话，还手伫因的心上，互因知影。你将你的平安喜乐赏赐予因。主耶稣伫阮咧讲，耶稣听阮的事，求你的听亲像春天的风，亲像日出的日头，带来温暖，带来力量。主耶稣当阮咧讲，耶稣听我的事，你将这个对天日来福分，就放伫每一个家庭的内底。主，互这个听是真实，互这个听是一个清楚的经历，互这个听是丰富的文字。主在你的面前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今仔日生日的人介绍拢无伫咱的中间，咱来同心来为，敢有今仔日有特别生日的人有来，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主为着嘉欣，为着亚玲，为着汉金，为着登户，为着余定，为着文灿兄，为着苏苏娜，恳求天父上帝的祝福，互因无论伫国内国外，伫德堂伫外地，主每一个人拢伫主你施恩造成，来领受主你的祝福。主求你亲自甲因抹油，互因生命的杯得到充足。主求你将你的话开分入伊的内心，互因真正做一个有活命的人。主愿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因的生命中间，成就丰丰富富，成就一切。愿伫你的面前，将因交伫你的手中，也祝福每一个伫网络顶悬生日的兄弟姊妹，伫即礼拜，伫新的面，伫上帝的面前，听到上帝伫以赛亚所应允话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现今要看见。主你互因看见新的事，为着因的生命成就新的恩惠。愿伫你的面前咧，恳求祈祷我嘅所有性命，阿门。
好，咱来请师父来报告，咱请师父来报告。兄弟大家平安。这个时间吼，我伫遮要报告，就是咱为后礼拜六开始，咱的周报拍3月初3，其实是3月初2啦吼。咱要开始咱的迄个主日学的周末营吼。咱即季吼有加7个囡仔出来，所以咱就需要咱的教会的人来斗相共吼。咱除了有备办老师以外，即7个因为咱家己囡仔细汉，即7个为外口入来囡仔是较大汉，所以咱爱有老师伫遐来斗主意吼。连兄弟，咱爱足清楚知影咱的教会已经面对一项代志，就是迄个瘟疫了。咱拢感觉圣经咧写的瘟疫，若像离咱种远吼，其实 COVID-19 就是一个世界瘟疫。这个瘟疫了，咱教会有足侪形态拢改变去。咱有足侪固定的活动无法度照安尼做，咱有真侪人对教会的形态有渐渐失去迄个向心力吼。但是我今日有一个足大的感动，就是今我咧听敬拜赞美，我特别知影后壁看因的音响安怎调，因的音响甲调较细声尔。咱来看，因即3个人，因咧讲话会写的音律拢无共。因若单独咧唱歌吼，一定拢总无共款。但是即3个人足特别，因的声合做伙，我伫内底一听，哇，惊啥人来唱歌？遐尼和谐均，圣经讲均平。耶稣讲我爱恁的生活均平，均平啥物意思？就是圆满、圆满。足水的，互人听着心情足好的，耶稣讲恁的人生会当安尼，今仔日因3个声合做伙足特别咯。我足希望恁3个会叫恁3个斗做伙是一个很美的声音哦。以后恁较常出来带敬拜赞美。迄个福西就是安尼。你有当时感慨讲，我敢会当带主日学？连兄弟，咱教会过来转忙是伫主日学的顶面，因为主日学的囡仔足济，咱即摆社区的囡仔佫加7个是嘛吼？咱需要逐个人来斗相共。你毋通讲我袂晓带囡仔，其实恁来就是咧斗相共，我相信咱会当佫看见佫较济均平的，咱合做伙就是遐尼水，遐尼完美吼。所以我要邀请咱每一个人来报名。阮需要来斗相共的人，头咱是请咱的青少器，但咱的青少器，咱今年面对着足大问题，国三、高三足济，因拢爱准备过来会考试，咱袂当过头讲这少年囡仔出来是鼓励因尽量啦来当出来，但是咱来伫厝的各位妈妈们、各位爸爸们你若想讲，我伫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中间，我会当来斗相共，我来斗顾遮囡仔啦，斗甲伊带一个啦吼。咱拢有安排课程，咱新的课程嘛是真好，会配合咱礼拜日主日的献诗啦吼。所以咱等者咱若有感动的人，咱若要亲像伊3个安尼，无共款的声音合我来。变做遐尼水的声音的时阵，有一个机会，就是拜六下晡请恁来参加。我相信恁合我啦，咱的主日学会安怎，搁较水，搁较圆满拜托，咱来报名。报名会当甲啥物人报名呢？会当甲医生报名，会当甲公检报名，你若搁家己对家己怀疑，你来甲牧师讲，牧师我敢会使咧？我报名，我一定甲你讲，你绝对会使的愿上帝纪念你。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
祈祷会拜3、8点伫咧拜堂，查经班拜6早起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光服侍下礼拜诗会，请红人结束，领诗是青少客苏琴、刘义民兄弟，书宪交代林安路甲美秀2位结束。圣安讲读经笔，请咱照这顺序来领修。集体交通，第一，3月31日是国外节，若有人期待领受洗礼，请向牧师报名，也请大家预备心迎接受难周甲国外节。第二，查经班聚会对2月24重新开始，有2个主题：遇见神的灵修，礼拜6早起9点。另外一个主题是我当如何行才能有幸福的生命。礼拜6暗时7点半，欢迎大家做伙读圣经。第三，新一季主日学招募营伫3月7日开始，时间伫下晡2点半到5点，请为主日学事工代祷，课程期间需要有协助的同工。有时间的兄弟，请按预先报名。第四，3月13主日下晡3点，育英教会举行詹天芬牧师就任教会第4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代祷。第5，杨那春结束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大学70分，高中70分，高职75分。国中75，国校90分，请紧交成绩单。第6，请为以下的生日的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当按过个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心身欠安的兄弟甲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代祷；第四，为结婚的青年婚姻代祷；第5，为姊妹教会代祷。福林一句祷告答谢。以上，咱来吟上营509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对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谢谢，灭得必回。